头拄听到是气象署针对风台上新的说明，小犬风台wat近台湾，即马咱海上、陆上风台警报拢已经发布啊。今仔日和明仔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界明显的时阵，也若头一个受影响的所在就是花莲甲台东。对站开始，这个所在已经全面戒备，也毋过风台风雨队也未到位，台东的正气路上款昨暗未前已经先停电，这是引起点头怨叹。趁风雨还未来，警察采沙港水封路。花莲赤高山、60淡山产业道路实施有警性封闭，因为中度风台小犬愈来愈晚，华东地区第一个受影响。不过初三暗，暴风圈就还未吸到陆地，台东的正气路上款附近发生停电。台风天都还没来就在停电，台风天来的话怎么办呢？而且我们这里整条都是商店街啊，大家都是吃的冰箱的东西，怎么办？经过台电抢修，暗时9点半左右恢复正常。可能是地下电缆线歹去，互大家惊一个。因为风台要来，台东县除了南势乡、绿岛乡，规工停止上班上课，其他地区早起正常上班上课，下昼开始停班停课。另外，平湖县也规工停班停课。屏东县的恒春乡、车城乡、满洲乡、邦山乡、牡丹乡、西雅乡，初4下昼开始停班停课。周4，也就是4号、5号这段期间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段，风雨都相当的明显。那在我们的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豪雨或是以上等级的降雨。至于在北部、南部还有中部山区的这一带，这段期间也可能出现大雨或是豪雨等级的降雨。小犬风台即马行的路线有小可向北边偏，路径的范围也向北边扩大。暴风圈吸到陆地了，风雨的强度会上大。除了华东地区影响上大以外，台中以南甲宜兰地区也要注意。东半部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屏东是首当其冲。目前看起来，10月4号到10月5号这2天，整个东半部跟屏东的降雨会持续性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降雨啊。目前评估应该都有机会出现超过这个超大豪雨以上的一个降雨。气象专家讲，小犬风台暴风圈脱离台湾本岛的时间应该是初6透早。因果所落来山顶浪的速度会变慢，就要到初7透早才会规个脱离台湾海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